左前非思量，上讲心中话。漫不经意随心下，不知己马上。咱记得上摆因你弹唱的客家话版本的《梦春风》么，聊聊邓雨贤老师动用名的经典歌曲，今晡日因你继续绕聊聊歌曲练习完成哦。要从今晡日的歌曲以前呢，因你先来一本手机痛一下按用手机掌握的片头哦，运动一下，暖身一下，做一点伸展操。我们来爬格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大拇指顶在我们的琴颈。顶在这里，那随时移动，比如说你觉得手指推不够出来，就把大拇指往下移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就可以推出来。再来呢，看到我们的右手边的大拇指，平均的来拨我们的弦，用指腹的地方，指腹就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来拨我们的弦，这声音才会漂亮，才会清亮。平均的拨它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的上面的指板上面呢有亮亮的东西，这每一条这叫做琴眼，那每一个这个都是琴格，好，每一个都琴格，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我们的暖身运动，爬格子啊。首先把食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一格，用右手用大拇指轻轻的拨第一弦。第一弦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弦，下面数上来1、2、3、4弦，好，第一弦第一格，再来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，用中指，接下来呢，用我们的无名指拨第一弦第三格，接着是小拇指拨第一弦第四格，好，轮着顺着来哈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弹第二弦，第一格到第四格，接着第三弦的第一格到第四格，再来就是第四弦最上面的这一条弦哦，1到4。好，按用同奏多做几次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暖身的效果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练习今天的新歌喽。好，今晡日继续来练习我们的《梦春风》客家话的版本哦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我们上次《望春风》的下半段客语版下半段的歌词的教唱。那我们一样开始的时候，先复习一下这首歌有哪些和弦。来 ，C 和弦，无名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，右手大拇指从上面拨到下。上面拨到下面，好，第二个和弦 F 和弦，好，中指按着第四弦的第二格，下面数上来1、2、3、4，第四弦的第二格，然后食指按着第二弦的第一格，好，是 F 和弦，还有上次我们教到了新朋友 F 和弦旁边的邻居加一根无名指在第三弦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，好，加无名指，就会变成我们的低麦和弦，又是一个哀怨的和弦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我们很常见的鹰爪功好朋友 G 和弦 ，yeah， 按着这个第一弦第二格用中指，第三弦第二格用食指，无名指按着第二弦的第三格，好，鹰爪功好朋友 ，yeah， 蜘蛛人。G 和弦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，你继续来唱你的《梦春风》后背歌词。错在桌前费思量，坐在桌前费思量啊，错伫桌前啊费思量啊，错伫桌前费思量。一样哦，在我们的右手一样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一个小节拨4下哦，所以 G 和弦要拨4下。错的桌前有4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算错吧？1、2、3、4，费思量，费
F 到 C，F 一个小节里面有2个和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拨2下，F 到 C。再来呢，想说心内话 ，F 跟 G， 当然各4下哈，一个和弦各4下。想讲心中话，漫不经意随心写。哎呦 ，C 到 F， 满腹情意啊，随性写。漫不经意随心写。哦，D 为基本嘛啥 ，G 和弦，D G 嘛啥。在 ending 的时候再下一个 C 和弦。这就是我们望春风、猛春风哈嘎味版本的后半段。那我们呢，继续把上一次学的前半段跟后半段一起接在一起，从头唱一次。江城雅景夜公车，沙路充门下，相爱结伴送夜花。盼起家，错地左前非思量，想讲心中话，漫不经意随心写，知己马萨。Ending。好，这是完整的《梦春风》客家话的版本。你昨天如果回家的时候把节目可以录下来的话呢，就多重复看几次。那我们也有线上重播。如果呢回去的话，多多练习这几个和弦，对其他的歌曲也有帮助，因为这些和弦都是很常见的和弦。今本的乌克丽的单重高是哆来咪要告一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